这个民进党到底要派谁出来选台北市长，目前也未确定。那这个国民党台北市的议长戴锡钦讲，那真正要对现任的市长蒋万安造成威胁，上好的人选是行政院副议长郑丽君。来听蒋万安详细的回应。第一，选举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推动各项建设。到现在，如果民进党派出董事这一差距是最小的。谢谢，谢谢。蒋万安讲，伊专注市政。国民党嘛回应讲，一定会严阵以待。除了郑丽君之外，有风声讲民进党嘛真有可能会提名到行政院长杜英泰出来选台北市长。2026首都之战，真受到外界的关切。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